这秋葵，你看尾巴弯不下来，那个太老了哈，纤维太粗了。这个尾巴还弯得下来，还可以煮熟，还可以做菜，用电锅蒸煮。它这个地方不必切掉，有的时候像削铅笔那样削尖，还可以整条啊。有的还用汤匙刮那个，这个你看都有毛，有刺哦，有刺哎，小心哦，嫩嫩的手哦。不要去这样逆向的碰哦，会有刺痛感，有刺呢。那你用蒸煮熟了就好，煮熟了就好了。然后会有胶质，对皮肤好，然后对糖尿病患者也很好。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吃这个秋葵，叫做胃豆尾刀，胃豆尾刀，照顾身体先照顾好脾胃消化系统。上焦管呼吸，中焦管吞咽，下焦管排泄。